感觉特别不方便呢。为什么不方便？我有时间我跟你说啊，怎么不方便？角度不弄。对。坐起来，坐起来。角度还要往那看。还要往那这样。你看手机里面啊。前一点，前到前一点。打2个水了。角度还得往这摆，看手机。往这摆。对，你看。行啊，就坐在靠位。再摆这边。啊，你把那个水拿走。刚好打了2个。再往这来一点。你看手机的，对，你对，你看。